讀詩立此傳照，白潔蓮著，周兆祥譯，版權白潔蓮。拉手。病房一個個外面有同一道走廊，探訪裏面的病訪者都先經過外面那些苦主，要經過兒子想着自己來此的原因，那個人是太難的了。至少向經過病人要微笑一下，打個招呼，表示善意。有位虛弱的婆婆帶着可愛的笑容回應我路過的微笑，請替我戴上。她輕聲說：我照做。噴霧器？她點頭。開這個掣？我指着一個盒子。她茫無頭緒。我叫護士告訴你。我說完繼續上路，不想忽略至少像這群恐慌者同樣需要我的那一位。翌日，一位較年輕的女士滿面擔憂，但面容同樣可愛，正在探她。再一日，另一個年輕的病人睡了對面那張床。6個病人中病情最輕，我們也微笑。再一日，兩人坐得靠近，年紀較輕的那位拉着婆婆的手，輕輕摸摸，滿住愛心。再一日，婆婆走了。婆婆怎麼了？我問年輕的那位。過身了。我們兩個淚滿眶。你對她真好，過了身真不幸。我說，她這人實在好，過了身真不幸。那位年輕的病人說。2001年10月 Holding Hands。